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3，诗篇119篇10节到11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我要专心寻求你，求你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才免犯罪得罪你。三角来祈祷，我要专心寻求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你对创世以前就认捌阮，你对阮未出母胎就拣选阮。主啊，求你阿耳空听阮的话，监察阮的心思。主啊，求你阿路听阮的求救声，愿阮向你祈祷。主啊，今仔倚靠你的人，要因为你的名来欢喜；今仔信靠你的人，要因为你的话来快乐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世间人所倚靠的，拢是虚空，总是只有你是永远建立。主啊，我要专心寻求你，求你互阮无偏离你的诫命。愿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才免犯罪得罪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